主后2023年7月1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我的身躯，我自主。圣经，咱做来听读《哥林多前书》第6章12节到20节。有人讲，逐项代志我拢通做，毋过毋是逐项代志拢有利益。我嘛通讲，逐项代志我拢通做，毋过我无要互任何代志控制。有人讲，食米是为着腹肚，腹肚是为着食米，对。毋过即两项，上帝拢会甲因毁坏。身躯毋是为着淫乱，是为着服侍主。主会供给咱身躯的需要。上帝有互主对死搁活，伊嘛会用伊的大能力互咱搁活。敢毋知恁的身躯是基督的肢体？安尼，我敢通将基督的肢体，互伊变做妓女的肢体？绝对毋通。敢毋知甲妓女发生肉体关系，就是甲伊成做一体？因为圣经讲，两个人要成做一体。毋过甲主结合的人，就是心灵甲伊成做一体。着拒绝淫乱，人无论犯什么罪，拢无影响家己的身躯。不过犯淫乱的是犯罪，害着家己的身躯。敢毋知恁的身躯是圣神的殿？这位圣神踮伫恁内面，是恁对上帝领受的。恁毋是属家己，是属上帝。因为恁是伊付出代价买来，所以着用恁的身躯荣耀上帝。我的身躯，我自主。1990年代中后期到2010年代中后期出世的Z世代，是一阵甲生活、兴趣和工作整合，甲自我价值融入伫职业机态中，佮对副业、斜杠、人工经济拢高度参与的少年人。这个族群带来全球传统工作形态大反转，也为新的经济模式开创各种可能。因强调做家己，相信伫这个袂稳定的世界，只有不断强化家己，才有保障。保罗也捌针对人介意做家己，好心提醒。保罗毋是消极禁止基督徒做出伤害家己身躯的代志，是挑战基督徒积极用身躯来荣耀上帝。保罗甚至用命令的语气讲，着用恁的身躯荣耀上帝，因为基督已经为咱受定伫十字架顶，也付出期待的赎价。第12节，保罗讲，什么代志拢通做，总是并毋是每一件代志拢有利益。伊提醒基督徒毋通受任何代志的奴役，还是控制。换一句话讲，什么事拢通做，并无包含无道德的代志。这句话搁较袂当诚侪人放纵情欲的借口。哥林多教会深受诺斯底主义影响，错误掠做身躯只是暂时的、肉体所做的，并袂当影响永恒的灵性生命。对伫安尼，保罗提醒，基督已经用重价赎回每一个人，所以着脱离谬论和情欲的控制，毋通趁世俗流行，错误掠做家己就通掌控一切。伫这个高举自我价值的世代，
人要安怎用身躯来荣耀上帝呢？特别伫少年族群中，世界的有益搁较是大搁多元。荣耀这个动词原文有尊荣、高举的意思。扩大来看，基督徒安怎用身躯荣耀上帝，搁涵盖选择甚物款的工作，甚至从事安怎样的休闲娱乐。保罗指出，基督徒的身躯就是圣神的殿。假使一个基督徒为着追求自我价值，诚做工作狂，也是为着追找生活刺激，沉溺伫手游，还是手机网络真瘾。那安尼为着追求某一寡事物，无好好珍惜照顾家己的身躯，甚至受伊控制，通讲是追求遐个事物较过头伫尊重上帝咯。保罗劝勉信徒避免淫乱，以免害着家己的身躯。这句直译是犯罪害着家己的身躯，意思是指人所做伤害家己身躯的代志，就是犯罪。基督徒透过接受基督的救赎，愿意敬重上帝做上帝，决心降服伫基督为主内活，就表达一种更较悬层次的委身甲联合，是属灵的联合。保罗也捌讲，人若洁净家己，离开这个粗俗的事，就会成做贵气的器躯，圣化互主人用，通准备好势做逐项好事。着闪避少年人的情欲，着甲遐个用清气的心，求叫主的人做伙追求公义、信仰、仁爱甲和平。愿咱拢会当妥善管理好家己的身躯，定义为主来活，用身躯来荣耀上帝。默想，我是毋是沉溺伫某一种瘾？安怎节制肉体的欲望来荣耀上帝？我是毋是沉溺伫某一种瘾癖？安尼要安怎节制肉体的欲望来荣耀上帝？咱来祈祷，愿意为我付上生命赎价的主耶稣，感谢你的疼甲牺牲。当我过度使用身躯的时，恳求圣神提醒我爱安息；当我沉迷伫有益伤害身躯的时，求主出手制止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